微臣参见宁乐郡主。大人请坐。谢郡主。大人请。啊。我们可曾认识？初皇后说郡主直爽，果然。有话就直说吧。这西戎国登基的新君，是郡主的夫君，可喜可贺呀。大人此行是代表中原来朝贺新君继位，还是专程来看我的？微臣自然是代表中原来朝贺西戎新君的，但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。楚皇后交代了一些事情，希望微臣说与郡主听。出钱，说来听听吧。这西戎新君登基，最有可能成为王后的人选，就是郡主您。楚皇后恳请郡主一定要登上西戎王后的位置，只有这样，才能保证中原和西戎两国的几代人安宁，也不枉郡主和亲的初衷。楚皇后的原话如此吗？千真万确。她考虑过我自己想不想做王后吗？楚皇后还说，希望郡主考虑一下中原的家和那些对你有所期待的家人们。家人？谁啊？郡主的皇后姐姐和初彻初先生。哦，他们啊，原来他们还把我当家人啊！你不提起来，我都忘了。他们当初不是把我弃之如敝履吗？那看来我还是有一点利用价值的呀。那我真该谢谢出世这对兄妹。没想到郡主说话的模样和当年纪大人一模一样啊。你和我爹说过话？我当年虽然为六皇子和初卿办事，但是我也力劝纪大人不要调查那份科举考试的名单，所以纪大人也有所察觉，将郡主送入初府隐姓埋名。我想如果不是我，郡主已经死在了妖郎的手里，尸骨无存了。原来那天去我家和我爹争执的神秘人是你。不管怎样，纪府也平冤昭雪了，不是吗？一群卑鄙小人！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而郡主现在的使命，就是成为西戎国的王后。只有这样，郡主才能保全自己的利益，不是吗？望郡主三思啊！微臣告退。你回去告诉那些人，我是不会当这个王后的。你，王子妃，王子妃，快来人啊！王子妃晕倒了。
太医，怎么样了？恭喜王上，贺喜王上，王子妃有喜了。你说什么？王子妃的脉象是有了身孕了。此话当真？当真，没有十足的把握，却也有7、8分。王子妃已有2月身孕，此次因情绪波动以致昏厥，待微臣熬几服药，应该可以缓解。最重要的是，要注意心情愉悦，不受刺激，以免滑胎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微臣告退。奴婢恭喜王上，贺喜王上。免了，本王等一洛醒了再来。奴婢恭送王上。这是否要跟各位大臣商议一下，或者，毕竟册封王后是国家大事。大胆！王上，什么时候轮到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了？王上息怒。不管怎么商议，答案永远只有一个，不必再多费口舌。遵旨。你跪着做什么？快起来！奴婢也不知道该不该贺喜娘娘。贺喜我什么？王上刚才下旨，封娘娘为王后了。为什么突然封我为王后？不是说了吗？我不想当这个王后。我去找她。娘娘，你已经有身孕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已经有2个月的身孕了。2个月？难道在中原的最后一个晚上，我有了师父的孩子？王上他知道吗？刚刚太医宣布的时候，王上他就在旁边。那王上他是什么反应？王上当时什么表情也没有，回去之后就下了这道圣旨。不行，我就算是死也不能做这个王后。不行，扶我起来，我要去见他。娘娘不可以。怎么了？娘娘，奴婢记得您刚进宫时说过，活着才是最重要的。况且您现在已经有了孩子，
咱们更应该好好的活着了，不是吗？活着才有希望啊！王上，王子妃娘娘来了。宣，是。王上，你怎么不好生休息？怀了身孕还要到处乱跑？一路不明白，王上为何要封我为王后？我知道你的孩子是谁的。要杀要剐随便你。但孩子是无辜的。别紧张，我不会对那个孩子怎么样。况且，我的母后也盼望我能够早日抱得皇孙。我可以拿他当我的亲生孩子一样看待。只是你必须答应做我的王后。你这是趁人之危。我怎么是趁人之危？如果你做了王后，你的孩子就没有人敢再欺负，更加没有人会怀疑他的身份。我这是为你好，也是为他好。本来不服你的人就多，现在你怀了身孕，那些人就会更加变本加厉。如果你不愿意，我可以撤回，反正册封典礼也还没有开始。不过，我留给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你自己拿主意吧。来人！好。王上，送王后娘娘回宫。是。王后娘娘，您请。
王子妃宁乐郡主，贤良淑德，蕙质兰心，抚我西戎万民之安乐，赐我西戎万家之繁华，万灵之母仪，恩泽天下，家国之鸿运，世代传承。奉王上之命，封王子妃宁乐郡主为王后。礼毕。谢王上。跪！拜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见过王上。对我不必多礼。刘欣，你下去吧。是。你笑什么？我一直在想你穿王后装的样子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好看。不管怎么样，还是要谢谢你。是我要谢谢你，肯做我的王后。既然我答应了做这个王后，还请王上兑现对我的承诺，保我孩儿安然无恙。带孩子平安降生。王上就是他的父王。真的吗？一洛说话向来算数。好，一洛，你要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倾尽全力保你孩子出生。我会把他当做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看待。等他再长大一点，我就封他做世子，让他继承西戎。如果他不想做国王，我就封他为王，给他最好的封地，让他一辈子衣食无忧。谢王上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一洛对殿下的大恩大德，我已为报。你不必回报什么，我只求你能够打开心扉，真心的接纳我。我知道你不是轻易许诺之人，但是我可以等。我相信，就算你是一块寒冰，总有一天
也会被我融化的。谢谢。好了，今天也累了一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我还要去处理政务。王上，注意休息。知道了。这凤冠太重，这呀，叫欲戴其冠，必承其重。你倒是说话一套一套的。那是，我现在可神气了，我主子可是后宫之主呢。话是没错，但你以后更要谨言慎行了。嗯。娘娘，长史随大人求见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臣拜见王后娘娘。随大人不必多礼，有事请讲。这是您要的年货礼单，请您过目。西戎的礼单向来如此单一吗？是的，一向如此。送礼分两种，一种对上以表敬意，一种对下以示鼓励，或者对内是真心，对外是诚意。你们这里所有的礼单物品，只分造价高低，除了奇珍异宝，还是奇珍异宝，毫无新意可言。收的人也自然不会放在心中。那依娘娘的意思，对症下药。礼不在贵，在寓意。且若能让人猜不透其价值，又能让人深深记住礼物的含义，那则是事半功倍，效果更佳。听娘娘一言，如同醍醐灌顶。凡事多留心加用心，定能比别人做得更好一些。微臣明白了。那就有劳您重新做一份了。遵旨。娘娘，还有一事。什么事？每到年末之时，各宫夫人都会前来拜礼。按照老规矩，您要设宴招待他们。这个能不能省略？这是祖上传下来的老规矩，略不得。礼宴向来花费巨大，又不能起到什么实际的作用。我刚当王后不久，后宫的各位夫人也没少暗地里给我使绊子。如今我怀有身孕，更要小心为妙。既然我是后宫之主，就更不鼓励这种铺张浪费的作风肆意盛行。取消。这，臣领命。好了，我发了。刘欣，是。宋大人，是。微臣告退。大人请。这样就可以躲那帮女人远远的了。
自从王后娘娘来了之后啊，皇上去燕暖殿的次数比我们加在一起都多。再说，王后娘娘现在有孕在身，更是恩宠加倍呢。刚来不久就有身孕，哪有那么巧的事儿？告诉你们吧，这个女人啊，在没来我们西戎国之前，有个相好了很多年的姘头，是被打晕了才送到我们西戎国的。那这个孩子岂不是？那这孩子根本就是他从中原带来的种啊！天啊，那王上他……嘘，小声点，别被听见了。谁敢听本宫讲话，让他站出来！参见王后娘娘。见过王后娘娘。各位夫人，没听说过有一句话，叫做隔墙有耳吗？更何况，这里连堵墙都没有。听到了又能怎么样？我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？放肆！我和王上的事，其实你无事可以谈论的。我警告你们，刚才的那些污言秽语，谁若再敢多说一句，我立刻禀告王上，割了你们的舌头。我把话放在这里，若你们敢试，我奉陪到底。吴夫人，我数次在御花园听到你教我舌根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好欺负？我若再听到你半句闲言碎语，刚才的话就在你身上第一个实施。王后饶命！娘娘，娘娘，怎么了？出大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吴夫人死了。死了？怎么会好端端的突然死了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说白天御花园回去以后，脸色就不太好。晚上，宫女找她用膳的时候，发现整个人都已经凉了。白天我才在御花园跟她起了争执，还强调第一个要针对她。她现在死了，人家肯定怀疑是我做的。这不可能啊！走，跟我去趟吴夫人寝宫。哎，娘娘，娘娘您慢点儿。皇后娘娘驾到！吴夫人的尸体在哪里？回娘娘，在寝宫内间，无人敢动。娘娘，娘娘，您不能进去啊！您身怀有孕，去见吴夫人的尸首，怕是大忌啊！娘娘，要不咱们还是别去了，怪不吉利的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许见。臣妾见过王上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你不知道自己怀有身孕吗？我毕竟是后宫之主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必须要来看看的。我是担心你和孩子的安危。见过王上，皇后娘娘。你们来此做什么？我们是来求王后娘娘的。臣妾知道，吴夫人是因为冲撞了王后娘娘才出事儿的，所以我们来给娘娘磕头，求娘娘放过我们。我们以后再也不敢得罪娘娘了。求娘娘饶命，娘娘饶命！什么叫冲撞了我才出事的？口说无凭，若我是凶手，拿出证据来啊！信口雌黄，血口喷人，还在这装可怜。你们这是故意想把我搞得像杀人凶手一样。你们这些女人真是可恶至极。皇城内宫岂容你们胡闹！快出去！
我没有杀人。我知道，我只是觉得，那个要害吴氏的人，针对的可能不是吴氏，而是你。很有可能。凶手很有可能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这件事是你做的。要么就是借机栽赃我，要么就是希望让你因此而疏远我。那绝对不可能。来人！王上，马上吩咐下去，派人密查吴氏的死因。对外就说吴氏的死一概不准过问，违令者杀无赦。遵旨。王上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必须要做一件事情。你说。此人若真是陷害于我，原因就出在你身上。我？如今我贵为王后，而你又那么宠爱于我，难免不会惹人嫉妒，做出这样的事情嫁祸于我。所以，我希望王上不要再为我说话了，多去关心、体贴一下别的夫人。不然，黄泉路上，我和这孩子可能要与吴氏作伴了。你别胡说！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确保你和孩子的安全。可是你对我无底线的宠爱，正在引起一场毫无必要的血雨腥风。现在已经没了一条人命，若你再对此视若无睹，恐怕皇宫里还会有更多人像吴氏这样。妾身说的，希望王上能仔细思量。妾身告退了。我本是想对你好，算了，看在你有冤在身的份上，不与你计较。见过王后娘娘，娘娘福泽玉安。娘娘饶命！不要杀奴婢，奴婢不想死！皇后娘娘饶命，奴婢不想死啊！起来吧。皇后娘娘饶命，不要杀奴婢！我们娘娘说了，下不为例。快把这儿收拾一下吧，别伤了行人的脚。是。娘娘，您可千万别跟他们一般见识，他们大惊小怪的。刘欣，您若是不了解我，会不会也觉得是我做的？怎么会呢？奴婢整日跟娘娘在一起，娘娘怎么会杀人呢？他们肯定觉得，一个王后要杀人，用得着自己亲自动手吗？只要我和他有矛盾，那我就是最有嫌疑的人。这是谁呀？又惹我们王后娘娘不开心了？洛寒童，你怎么来了？好久没看见你了。好久不见，
王后娘娘玉安。你别这么见外好不好？我都不习惯了。那怎么样？王后娘娘才觉得不见外呢？算了，也不怪你。我现在就是一个扫把星，谁见到我都是毕恭毕敬的，生怕我吃了他们。难怪你也会变成这样了。扫把星？我才不怕扫把星呢，我能把扫把星刻成幸运星呢。我就知道你不会像他们一样看我，这才是洛寒童的样子吗？不过话说回来了，王嫂，现在在这宫里，谁不怕你啊？我王兄说了，我王嫂要是不喜欢的人，就得死。你别提了，我不喜欢的人，还真就莫名其妙的就死了。喂，想不想吃点好吃的，换换心情？还是算了吧，免得到时候又落人口实，你又得编个不靠谱的爱情故事。而且我现在怀有身孕，凡事还得小心点。小心什么呀？我保证这个地方绝对安全，而且重点是有你爱吃的。真的？当然了。那走吧。好，走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别着急啊，坐吧。你有什么吃的，快拿出来，我拿了就走。王嫂也太不给兄弟面子了。来，就已经是给你面子了。拿上来吧。谢谢你的点心，有心，我们走。既然来了，就坐一下喽。洛寒童，你是不是有话要说？你真的愿意一辈子待在这深宫大院里，跟一群女人勾心斗角，蒙受一茬又一茬的不白之冤吗？那我还能怎么办？我可以带你离开。带我离开？你说什么胡话？我是认真的。你疯了？我没有疯。我很清楚自己在讲些什么，我也知道来到西营之前你都经历了什么。也许骆红影可以用他自己的方式来留住你，但我知道你一点都不爱他，而且你一点都不快乐。不快乐又能怎么样呢？况且我已经怀了骆红影的孩子了。怀了孩子又如何？只要你愿意跟我离开，我知道
我给不了你想要的感情，但是我可以给你自由。我会保你把孩子平平安安的生下来。罗寒童，你刚才这些话什么意思？我可是你王。我知道。知道你还说这么放肆的话，枉我把你当兄弟一样信任，简直不可理喻。有什么不可理喻的？初彻可以爱你，若红影可以爱你，我为什么不能爱你？初彻和你们不一样，怎可相提并论？怎么不能相提并论？初彻爱你，却出卖了你；若红影爱你，却囚禁了你。我洛寒童爱你，就是为了给你自由。今天这些话，我再也不想听到第二回。今天我就当没见过你。柳心，把吃的放下。告辞。什么时候想离开了，我随时都在。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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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儿啊？你在哪儿，师父？洛，师父，最后再抱你一次。洛，你知道吗？我好恨你，我恨你，你为什么要抛弃我？我也好恨我自己，为什么你抛弃了我，我还是忘不掉你？我每天都在想你，我恨你不说一句就把我送到西戎，我想不通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对不起。不过没关系，
师父已经给了洛儿最好的礼物。师父，洛儿有了你的孩子，这个孩子，我会把他生下来，好好抚养他长大。洛儿希望他是个男孩，这样洛儿看着他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师父还在自己身边。洛儿，对不起，我……师父，我现在已经不恨你了。我会放下你，忘记你，在一个没有你的地方，带着我们的孩子，好好的活下去。可能以后再也不能跟师父相见了。师父，你也要好好的保重。娘娘，你醒了。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？娘娘刚才又落泪了。没事。娘娘，刚才王上来了，面色不悦的走了。他又怎么了？因为娘娘在梦里念叨自己的师父。娘娘，是柳星多嘴。好了，柳星，我们之间不要这样。我也好久
没有跟提起人说过提起的话。我师父啊，他以前是个孤傲的人，身居山林，与世无争。那娘娘的师父一定是个世外高人了。若是没有我，他真的就算是个出尘脱俗的高人了。可是他当初为了帮我，变成了一个周旋世俗的人，整日处心积虑的谋权夺利。现在想一想，这一切还真是我自己求他求来的。也是我自己的报应吧。说不定这是上天给娘娘的锻炼呢。这一次虽然也梦见他，但是和以往不太一样。怎么不一样了？我想让这个孩子好好的活下去，所以啊，在梦里和他告别了。啊？哦。娘娘，羌瑶将军来看你了。是吗？羌将军来了，请他进来吧。是。羌将军来了。怎么？啊，没什么。末将参见王后娘娘。起来吧。多谢娘娘。听闻娘娘怀有身孕，王上特意嘱咐我前去龙溪山取几枚雪参，给娘娘补身子。有劳将军了。刘欣，把雪参接着。是。我听说王上安排羌将军配合荣坚，暗地里查办吴夫人之死，是吗？哦，娘娘是怎么知道的？我自有我的办法知道。不知道羌将军可有查到线索吗？娘娘既然知道是暗中调查，为何还要明着问我呢？那倒也是。娘娘可是担心我查到什么线索之后，置娘娘于不利的境地？本就没有做过的事，又有什么可怕的呢？我听说，这吴夫人死之前，与娘娘确实有口舌之争。不过，我是有过和娘娘一起逃亡日子的人，我知道娘娘并非是那种睚眦必报之人，所以。娘娘放心，微臣一定秉公处理。如此便好。看来是我多虑了。
先前嫁入西戎国，承蒙羌将军一路拼命护送，感激不尽。不知羌将军近来可好？多谢娘娘关心，末将尚好。承蒙娘娘和亲，最近西戎边境一片太平。羌瑶每天除了上朝，便是教我儿习武。那日子倒也过得简单圆满。你儿过了年就满6岁了吧？娘娘说的是，犬子正是淘气的时候，这些等小王子出生以后，娘娘就懂了。羌将军就没有想过再娶一位夫人？续弦，像末将这样的粗人，恐怕不会再有姑娘愿意嫁给我。若是有姑娘仰慕将军，将军可否愿意考虑一下呢？属下不敢想。将军还未到而立之年，难道打算就这样孤独终老吗？娘娘有所不知，末将夫人难产，3天3夜下不了床，故后来爱子如命，势必躬亲。如今爱妻早逝，末将担心续弦之后，犬子得不到母爱，反而更加愧对夫人的在天之灵。将军也是有情有义之人，只是你想过吗？若是他日你为国出征，孩子这么小，府里也总得有个贴心的人帮你打理家事吧？娘娘说的是，不过羌瑶现在确实无此想法，多谢娘娘美意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末将告退。刘欣，你是不是喜欢羌瑶将军？啊，娘娘，每次他来，你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在眼里。只是，将军怎么会喜欢我这种低贱的婢女呢？你若肯听我的，我定能让羌将军注意于你。奴婢谨听教诲。要想让羌瑶将军那样的大英雄喜欢你，你呢，要懂得打扮，才会让他注意到你。这个，赏给你。娘娘，我也自有我的目的，希望你能够帮上我。柳欣本就是娘娘的人，愿为娘娘做任何事，谈何帮子？把吴夫人的遗物都抬出去烧了吧。夫人，夫人，你死得好惨呐！奴婢以后该怎么办啊？夫人。
现在不正是花开的季节吗？怎么全都凋落了？难道真有人亡花落一说？舒静嬷嬷，她不是御药房的人吗？怎么到沁芳阁来了？难道是黎夫人病了？还在磨叽什么？赶紧给我熬药去！是。哼，走吧。江将军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娘娘暗中怀疑黎夫人和柳夫人，派我前来调查。原来如此，娘娘想的和我一样。我派人暗中调查两位夫人的踪迹，毫无收获。就在今夜，这个嬷嬷行为可疑，我就追了过来。那照这么说，将军也暗中派人调查我们娘娘了？若真是我们娘娘做的，怎么还会派我出来调查？将军，你说对吗？将军可知刚才那位嬷嬷是谁？哦，你知道？她呀，叫舒静嬷嬷，是御药房的人，不是黎夫人的人。平日里啊，内监带着御医赴各宫诊脉，开出药方，再由内监带着药方回御药房监制药饵。而这个舒静嬷嬷，就是这儿的掌事嬷嬷。想不到你知道这么多。那当然了，我呀可是王后娘娘身边最为信任的人，平时宫中这点大小事都掌握不了，如何能辅佐娘娘？好，多谢柳星姑娘。你怎么知道我叫柳星啊？那当然了，我可是王上身边最信任的人。这皇宫里的事，我若不了如指掌，又如何辅佐王上呢？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事。吴夫人住处原本梅花盛开，却在她死后全部凋落。虽然民间有人亡花落一说，但是奴婢并不相信，还望将军明察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柳星告辞了。柳姑娘慢走。王嫂，王嫂怎么看见我就跑？
没有，我刚才没看到你。王嫂现在是连句话都不愿意跟我说了吗？我们应该没什么好说的吧？罗寒童，你有完没完了？我说王嫂，你又不爱罗红影，何必委屈自己跟他在一起呢？